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主日的清早，大家熬早，大家平安。咱阁有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咱就要开始今仔日咱的主日礼拜。所以有缘踮伫这个时刻，请咱做伙备万心，踮伫厝内底。所以你若有看到教会有发直播的这个网址到伫咱遐的时阵，咱会当做伙分享出去，坐无法度来到伫教会中间，也是无法度摕到这个连接的兄弟姊妹，伊会当用安尼。所以请咱会当做伙来斗分享，来帮助兄弟姊妹踮伫咱逐人的厝内面，咱会当做伙伫线顶，咱来敬拜上帝。有几项牧师嘛邀请咱踮伫拍开咱这个直播的连接的时阵，咱会发现这个图吼。所以请你会当踮伫遐，这个图的顶面有一个订阅的所在，你甲伊试落。你试这个订阅了后，边仔过来第二边仔有一个小铃铛，你嘛甲伊点一下。所以你若是做这两个动作了后，以后教会直播的这个影片，只要一出来的时阵，你就会收到通知，所以你就知影哦，礼拜准备要开始啊，也是拜三的时阵，咱圣经的学堂要开始啊。所以邀请咱踮伫这个时刻，咱会当赶紧分享出去。分享出去了后，咱会当订阅咱教会直播的频道，以及开启小铃铛。下一页。然后下一页。好所以会记哩，咱踮伫厝内底，咱会当进行这个动作。嘛备办咱的心，准备要来敬拜上帝。愿上帝帮助咱，阁有几分钟的时间，请咱做伙备办，对着这个琴声，咱会当做伙祈祷，也做伙为着今仔日一切服侍，也为着整个台湾踮伫疫情下面，咱所拄着的状况，咱同齐关心，咱也同齐祈祷，恳求上帝怜悯咱，因为咱实在毋知这个时间到底要拖偌长。咱拢会检测期待讲，敢会当1、2礼拜了后就会当恢复啊吗？但是到目前为止，咱确实真困难去了解这个时间会偌长。所以用一段时间，咱备办咱的心，要来敬拜上帝，也备办咱的心，为着侪人献上咱的祈祷。
伫耶和华的面前有尊贵甲威严，伫伊的所在有宽容甲欢喜。百姓中的逐族啊，恁着将宽容荣光归乎耶和华，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乎耶和华。着带礼物来到伊的面前，着用圣洁的砖塔敬拜耶和华。三角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292首，圣哉圣哉圣哉，请起立。三角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12个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角用上帝话来启应，启应文第59篇，也是罗马书10章。我来启，兄姐来应。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深信上帝有予伊对死人中搁活，就会得到救。因为人深信就得到称义，所以宣真就得到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信伊的人会离到失望，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有共一位上帝是万民的主。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叫伊的人。因为所有求叫主的名的人，拢会得救。毋过，因着无信伊，哪会求叫伊？都无听到，哪会信伊？都无人传，哪会听到？都无车牌，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业哪尼啊水？毋过，毋是所有的人拢顺按这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所以信是对听，听是听基督的话。不过我要问，因检真正拢毋捌听到？当然捌。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咱同心来祈祷。
至圣的天父，阮的上帝，感谢你的恩典，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互阮有福气来敬拜你、倚靠你，领受对你来的恩惠。你是掌管万物的主，是阮福气甲快乐的源头，是阮的盾牌甲避难所。求主互阮成做这世代的祝福，差遣阮进入你的心意中，传扬你的福音，互人人明白你，得到你的救恩。愿相信生命中所经历的一切，拢无白费。反倒更加看见你的疼甲恩典，伫艰难中犹原仰望你，专心倚靠你。阮的生命要全注目伫你，常常甲你结连，活出你的荣光。面对台湾严重的疫情，虽然阮袂当来到教会做礼拜，总是透过网络的直播，伫每一个家庭中的兄姐，犹原虔诚敬拜你，听你的话语。求主圣神临在伫每一个兄姐的家庭，互每一个家庭成做你的教会。求主保守看顾，互阮伫艰难的环境中，常常喜乐，不住祈祷，凡事谢恩。伫疫情中，更加甲主亲近，每日读经、祈祷，活出敬拜的生命。求主每一天拢对阮来讲话，成做阮的快乐。愿将一切荣光拢归乎你。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以赛亚书第6章第1节到第8节。当乌西亚王死迄年，我看见主坐伫悬悬的宝座，伊的衣服碎落满地，伫伊的顶面有色拉兵跟随伫徛，各有6个膝。用2个膝扎面，2个膝扎骹，2个膝伫背。这个唱，迄个好讲，圣哉，圣哉，圣哉！万军的耶和华，伊的荣光充满全地。门圈因为唱号的声来震动，殿就有烟云满满。迄时我讲，我有灾祸啊！我袂无啦，因为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搁踮伫嘴唇无清气的百姓中。因为我目睭有看见王，万军的耶和华。有一个色拉兵飞来挖我，伊的手摕热热的炭，是用火钳对弹顶摕来的，将炭下伫我的喙，讲。看，这个下伫你的喙唇，你的罪过就除去，你的罪恶就赦免。我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一锤啊，一锤要为阮去。我就讲：我伫遮通找我。愿上帝的话感动咱，照伊的话去行。讲道。今仔日老牧师要讲的信息是：诚做主的仆人。
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互咱有缘会当踮伫山顶，咱同齐见面。咱嘛感谢上帝，因为即马踮伫外面落大雨。感谢主，互咱踮伫欠水的过程中间，先慢慢来领受上帝有无共款的恩典，不断引带咱行头前的路程。请咱同齐备办心，咱搁一摆三甲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会当同齐踮伫你的圣殿，通过直播的方式，阮会当踮伫厝内面，阮带着敬虔的心，同齐敬拜上帝。愿主你亲自对阮讲话，愿主用你的话，成做阮性命的帮衬，互阮踮伫每一个困难的时刻，拢有缘感受上帝你的疼。愿你的圣神进入阮逐人的心，开阮每一个人的心，互阮明白你的真理。同齐祈祷，靠耶稣的性命来求，阿免。有兄弟姊妹，我想咱对今仔日所读的圣经节，应该拢介熟悉。啊，伫介熟悉的过程中间，咱嘛会想起无共款的诗歌，对无？逐摆读到以赛亚书遮讲哦，圣哉圣哉圣哉的时阵，咱就会想起无共款的圣诗。读到啊，咱唱迄条是较温柔。圣哉圣哉圣哉，这是一个较温柔，但是我相信咱大家搁较会有记忆的是另外一首，倒一首。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咱着求歌之声，何路上主尊名。这是咱所熟悉的圣诗。啊，但是煞接这段圣经节，佫继续讲啥物？咱嘛袂感觉无熟悉，因为咱嘛定读这段圣经节，因为煞接以赛亚书佫问，我通差遣些人，向通为阮去呀？啊，以赛亚就回应讲，我去，请差遣我。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会让人不断地回应讲，主啊，请差遣我。咱若是有唱圣歌队，另外一首诗歌，咱嘛就熟悉。我的救主，通差遣我听见你好调的喊鸣。咱可能嘛就熟悉这条诗歌，但是主会差遣讲，咱咧回应讲主，请你差遣我的时阵。这敢是一个真简单的事吗？唱的时阵拢足感动，因为迄诗歌足水，咱感觉主啊是我要回应你的差遣。总是咱若是敢若听伫迄个哦，主你要差遣我，我就咧差遣，咱就袂去感受到这段圣经节到底要对咱讲啥物。对第6章的第1节开始经文，互咱一个真清楚的时间点。迄个时间点是啥物？乌西亚王过身的迄一年，乌西亚王过身的迄一年，乌西亚王代表什么意思呢？某一个程度来讲，乌西亚王是一个真好的王，伊打败非利士人，也建造一个真坚固的这个防卫系统。伊真认真咧治理国家，也对牧者撒加利亚的身上学习怎样敬畏上帝。但是，当伊愈来愈行往政治的高点的时阵，愈来愈往顶悬爬的时阵，人嘛安怎？人嘛愈来愈接近失败的时。当伊到伫人生一个真巅峰的时刻了后，伊开始想要掌握家己，伊开始想要家己做王，伊开始想要影响整个圣殿，所以伊犯着一个真大的罪是。亵渎圣殿，亵渎圣殿，伊想要去主导圣殿内面所发生一切事。当然，咱就知伊会拄着啥物。人愈想要家己做主的过程中间，上帝的刑罚就临到伊，伫王的身上开始生太高病。伊开始有太高病，太高病滴到互伊的面，全部拢生这个太高的事。内心的无敬虔，互咱展现出来啊！
内心无敬虔，至到大家人拢看有，无法度搁稳重，所以伊需要安怎？拄着太过病的人，那亲像今仔日需要隔离啊，伊就开始受到隔离，无法度搁进入圣殿，无法度甲圣洁的人民会当相接触，所以整个的犹大陷入一个真大的困境是啥物？无清气的困境。以赛亚伫迄个时刻，以赛亚伫即个整个犹大无清气的时刻，继续踮伫圣殿内面咧服侍、咧祈祷，也踮伫遐，伊拄着上帝。伫即个无敬虔、无清气的时代，以赛亚踮伫遐看见咱今日所读到即个异象，伊看到啥物？上帝悬悬坐伫宝座顶面，伊迄个衣服垂落圣殿，伫伊个周围有天使，有撒拉兵围雷踮伫伊个身躯边，开始咧唱讲：圣在，圣在，圣在！上君、上主、万军的统帅，你的荣耀遍满全地。因呼求伊即个喊话的声音，震动整个圣殿的地基，震动即个圣殿的地基，圣殿充满烟魂，神圣临在踮伫这中间。神圣的临在，上帝神圣的临在，敢是好代志吗？老实讲，咱若有读旧约圣经，咱就知上帝的临在无一定是好事，因为上帝的临在代表啥物？人可能爱面对灭亡啊！摩西踮伫米甸拄着上帝的时阵是安怎？看到迄个刺皮伫火烧，但是伊目睭唔敢看，因为因拢真直接反应讲：啊，我看到上帝，我就必定爱死。看见上帝的人无法度搁活落去。以赛亚对这项事伊非常了解。所以，当伊看到这个圣在、圣在、圣在，上帝稳定甲威严临在的时阵，伊头一个反应是：我惨啊，我死啦！因为我嘴所讲每一句话拢无清气，我周围的人所讲一切话拢无清气，而且我踮伫遮，我看见上帝万军的统帅。以赛亚咧想，伊的性命可能就到遮。总是故事无亲像伊所想的，有一个天使伊背来，摕一个伫单顶的，用火钳对单顶摕一个炭来捂伫伊的喙唇，讲：这个炭拄着你的喙唇，你的过犯拢消失，你的罪即马得到赦免啊！人的罪先得到赦免。人先互上帝清气了后，煞只这个问题才走出来讲：我通差遣啥人？我通差遣啥物人替阮讲话咧？以赛亚踮伫遮回应讲：我去，请差遣我。以赛亚踮伫遮才会当回应，伊的罪得到清气了后，回应讲：主，我伫遮，请差遣我。一直以来，伫这个充满罪恶的时代。以赛亚踮伫圣殿内面，踮伫遐咧坚持，踮伫遐咧祈祷。当伊受到竞选，正做上帝的奴仆，为着要整个的世代宣讲上帝的信息，这是上帝咧竞选伊。但是，这个回应，这个讲主啊，请差遣我，伊敢拢是好代志吗？回应主的呼召了后，回应主讲主，我愿意。求你使用我了后，其实有当时咱圣经敢若读到第8节，读到第8节拢足浪漫的，讲主请差遣我。有时间咱等下搁踮伫手内底有圣经，你都看后壁讲啥物？上帝真清楚甲以赛亚讲，你安怎传讲拢安怎，这个人袂听啦。虽然你领受呼召，你爱去宣讲，总是这个人袂听你的话。这个人听是听，但是永远袂听落去；看是看，但是永远袂悔改。某一个程度来讲，以赛亚所领受的呼召是一个必然失败的呼召。伊领受的呼召是，无论伊安怎宣讲，可能踮伫伊的生命中间，拢看无成果。若是安尼，咱就继续问后一个问题：既然知影，先知的宣讲必然会失败，安尼
到底为什么上帝搁要差遣伊去呢？以赛亚的宣讲要成做一个备班，一个备班是啥物？这个备班要参与踮伫上帝永远拯救的计划中间，一切行动、一切话语，拢要成做一个继续踮伫困难中间坚持的溃烂。一个踮伫困难中间坚持踮伫遐，互人感受到神圣的溃烂。嘛，备班每一个人的心，愿要听候上帝的拯救。对今仔日的人来讲，咱读以赛亚的时阵，咱也真清楚，伊的拯救要指引耶稣基督，要指引耶稣基督一个新的拯救、新的愿望。对每一个回应上帝呼召的人来讲，咱所做一切其实拢咧备班，人会当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当咱咧讲主啊，请差遣我的时阵，可能迄毋是讲我即马回应了所做一切事拢是轻松的，拢是真顺遂的。我所回应了，我所做一切事，可能拢是困难，拢会面对失败。但是踮伫失败的背后，上帝要继续带领咱向前行。每一个神圣的所在，也是危险的所在。但是也都是踮伫危险的时刻，人愈会当看出到底上帝你的呼召是啥物。今仔日咱拄着遮尔大疫情，顶一摆台湾拄着遮尔大疫情的冲击是啥物时阵呢？我想侪人会讲啊，应该是2003年的 SARS 吧。但是其实 SARS 无遮尔严重。咱上届严重的历史记录是1918年，1918年，1918年拄着啥物事？西班牙大流感。伫西班牙大流感的时阵，有几个人感染，咱知无？伫迄当时，台湾人有70几万人拢受到感染，偌济人死亡，25000多人死亡。70万人受到感染，然后25000个人死亡。伫今仔日，咱是2021年，经过100年的时间，咱也拄着同款的冲击。逐天咱踮伫厝内面，咱看到确诊人数一直咧升悬。咱若是阁有注意，也是咱有亲人、咱的好朋友踮伫病院内面咧工作，尤其踮伫台北市也是新北市。因会一直分享讲，老实讲，真正非常的忝，逐天完全毋知影过来要安怎。确诊的人数一直上入来，一直上入来，管嘛毋知影到底要安怎办。因的气力真有限，然后踮伫这个有限的过程，咱也愈来愈看见，逐日拢有不幸的人失去因的性命。100年的时间，迄是100年前咱拄着。100年后，现在咱阁一摆进入这个困境。虽然医疗是进步啊，社会嘛愈进步啊，教育嘛愈来愈进步啊，人民嘛得到愈来愈侪财物，但是咱拥有愈侪疫情的发生，也某一个程度咧对咱讲，咱需要去听，到底伫这个事件背后，咱爱学习啥物？敢若一直想要去找讲，啊是啥物人有问题，都是啥物人的毋对。其实这完全无意义。若是咱读今仔日的圣经节，伊会对咱讲，神圣的所在是危险的所在，所以踮伫这个危险的时刻，也是咱每一个人重新去看见使命的时刻。所以咱看见啥物？所以咱看见，咱若是有注意新闻，咱会发现。有足侪原本踮伫咧开业的医生，因选择放下伊家己手内底的工作，投入踮伫医护人员伫遮筛检的工作中间。啊嘛有这侪已经退休的护理人员，因看到消息了，因也自愿，佮重新转来到伫病院，到伫第一线的所在，因无计较任何的代价，因搁一摆投入危险的所在，因为因讲啥物？迄是使命。伫投入危险的时刻、危险的所在的时阵，人会愿意安尼做，上界重要的原因是因看见使命。
咱过了伤过安全，至到人会当拥有的一切，拢是理所当然。凡事掠家己的利益最上主要。所以伫每一天的工作，咱找无奋斗的目标，失去起初的热情甲使命感。但伫这个困难的时刻，伫这个危险的时刻，咱也看见神圣的临在。伫迄个神圣的时刻，是咱重新搁敲碎咱每一个人生命使命的时刻。虽然知影迄是危险，虽然知影投入一个人的困难真有限，咱可能踮伫遮尔大的疫情背后，咱会面对失败，会面对足侪冲击。但是，咱重新敲碎、重新提起咱的呼召，都是为着咱愿意为着身躯边的别人来付出，咱为着要建设一个更较美好的社会来奉献。伫迄个每一个美善的过程中间，咱看见上帝神圣的临在啊！这是医护人员，但是对咱每一个人来讲，我嘛要邀请咱好好啊想，伫过去这1年多以来，上帝怎样带咱经过这一切？上帝带咱行到现在，虽然咱需要关入家己的厝内面，但是咱会当做的会阁是啥物咧？对我本身来讲，1年多进前，我原本的按算，咱的兄弟姊妹知，我是准备要出国进修。出国进修一个真重要的原因是我期待我家己会当为着未来台湾教会踮伫实践的工作，也是宣教的工作，进一个新的开展。但是踮伫迄个备办的过程中间，我捌甲一个甲年长、较资深的牧者来分享我家己心内底的一寡问题。我咧伊讲一件事，我想要踮伫讲道顶面，也是踮伫宣教顶面，对台湾的教会带来帮衬。但是照着我家己看社会学的观察，我会知伫未来这几年，台湾的社会也是教会要进入一个真大的转变。无论是啥物，无论是疫情，也是踮伫少子化、踮伫高龄化的状况，台湾社会甲教会要进入一个真大的转变。我心内底所咧挣扎的问题是，无伫现场的进修，敢会当真正发挥什么款的作用吗？迄是我1年多进前我心内底有的问题。当然，迄无可能伫迄个时间有答案，所以迄个牧者嘛会讲，咱好好为着这件代志祈祷，看上帝到底要怎样引带。后来因为北美的疫情新爆发，所以真自然，敢会当选择继续留踮伫台湾，进入一段漂流的时刻，然后最后来到伫咱中间开始这段服侍。几个月以来，对教会有愈来愈熟悉，嘛看到咱教会的事工慢慢地进行，但是突然间母亲节过了，这一个真大的变化球，那亲像上帝的变化球过来啊！互咱整个台湾社会陷入一个真大的困境，教会无法度搁会当来到伫教会中间聚会，全部的事工拢搁停落来。牧师因为行事历排满，无闲的生活嘛，全部拢停落来啊！重新转来到一件上简单、上基本的事，就是牧者的呼召到底是啥物？我感觉。迄就是宣讲上帝的福音。先知的角色是一个踮伫众人面前宣讲对上帝遐来信息的人。面对上帝是危险的，也是神圣的。牧师的宣讲，尤其踮伫这个危机中间的宣讲，需要重新掠一件事，也就是对上帝唯一的敬畏。当每一个礼拜，牧师的宣讲必须爱清楚一件事：上帝的话是需要敬畏的。踮伫迄个神圣临在的时阵，人面对讲，我是一个有限的人，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无法度做啥物。话语有气力，但是话语通常嘛带来危险。
嘛，但是踮伫迄个危险的时刻，咱看见神圣的临在，所以重新提起家己的使命，伫这个看起来已经失去秩序、混乱的世界中间，也充满变动的时刻，上帝引带我继续留伫本地，回应号召，继续宣讲。备办台湾教会要进入一个新的转变、新的实践已经开始，新的宣告已经开始。这是我重新看这1年多以来，上帝踮伫我生命中间的号召。若是安尼，对咱每一个人来讲，上帝踮伫你生命中间的号召是啥物呢？上帝会怎样号召你呢？这个号召一点仔拢不浪漫。危险也甚至会互你感觉是重大，嘛亲像以赛亚所面对，有可能看无成果，但是就踮伫遐，迄也是上神圣的时刻，塞着咱每一个人去看一项事，永远的价值是啥物？咱所做一切，无论咱是老师，无论咱是任何的工作，咱是医护人员，咱是牧者，咱是每一个无共款专业的人。踮伫现在，咱所爱回应的是，将咱的眼光放伫一个现在看袂到的未来，毋是一直咧想讲搁无偌久就会当顶一切转去到伫原本，一切到伫正常。咱需要看伫一个完全无共款的未来，踮伫遐，对现在开始，咱要正做主的奴仆，咱要回应主的呼召。正做主的奴仆，一点一滴勇敢回应，咱会看见伫一个看起来真青春的未来。但是咱犹原活出咱生命的价值，咱犹原用咱家己的温数来回应每一个边仔的人的需要，每一个社会需要，每一个教会的需要。危险的时刻是神圣的时刻，伫神圣的时刻，咱会看见真实的使命，所以上帝踮伫这个时刻号召你，也号召我。咱需要做伙来努力，为了一个看袂到的未来，但是踮伫迄个未来，咱确信上帝要引带咱。我要继续过来带咱读一首诗，这也是2礼拜前我捌带咱读过。2礼拜前伫一个神学家 Walter Brueggemann 伊所写的册内面。我要带咱来看这首诗，伊写的题目是“真紧，咱就会当过一摆翩翩飞舞，会当过一摆若是飞悬共款”。伊讲，咱已经失去了伤侪事啊！咱失去啥物？咱失去囡仔的毕业典礼，咱失去亲人的婚礼，咱也失去野球赛。职业棒球的球技，咱失去真管市的教会礼拜、团契的生活，每一日甲厝边隔壁的人踮伫街仔路顶面拍招呼，咱失去足侪。病毒伫咱每一个人的身上有一个真大的沉默，这个沉默影响咱感觉家己的孤单，这个沉默也致到咱面对家庭的暴力，面对失业，伫餐厅、伫大卖场、伫街仔路顶面的生活，到伫现在拢停落来啊！咱咧摊台，咱检彩踮伫绝望的中间等待，也是至少踮伫极大的失望中间等待。但是咱嘛检彩会当用无共款的心态来等待。咱会当带着信心满满来等待，咱会当带着愿望来等待，因为咱咧等待上主。咱等待将来，也对抗绝望，因为咱知只有你是生命的上帝，你要镇压死亡的势力。咱知受难日的死刑无法度赢过耶稣所活出的性命，嘛袂会当赢过伊信息的军队者所展现的性命。
咱咧听候的时阵，为着后一摆，咱会当过一摆起舞练习接下来的舞步，咱为着安尼听候，只有迄一点啊，也搁有迄一瞬间，咱会惊迄原本顺服咱一直咧跑走的道路，咱会继续跑走迄个温度积分，咱会继续天实飞悬，飞往上帝的将来。飞往一个美好、搁好好的将来，咱知上帝会赢过现在的沉默，因为沉默若亲像黑暗，拢无法度赢过生命的主。这是上帝的话，这是上帝的呼召。踮伫这个充满危险、踮伫这个充满困难的时刻。上帝要呼召你，上帝要呼召我，请咱尽咱的真实的心来讲，主啊，请找见我，请咱做伙来祈祷。主，我感谢你，因为踮伫危险的时，也是你神圣的时。伫你神圣的时，阮感受生命的呼召。互阮搁一摆超出阮生命的价值，互阮搁一摆超出阮人生上界重要的使命感。使用阮，互阮踮伫无共款的所在，踮伫家庭中间，踮伫学校中间，踮伫工作中，踮伫教会中，阮搁一摆抬起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对你，因为阮知，阮所跟对的是你，主耶稣。你会赢过现在一切困境，你会赢过现在一切的惊吓。愿主你进入阮的心，对阮讲话讲，我通找见谁呢？阮会讲，主啊，我伫遮，请你找见我。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三角来吟回应的诗，圣诗374首，听见救主出声地叫。
奉献，因为疫情的关系，教会聚会拢暂停。若有要奉献的兄姐，会当利用周间办公室上班的时间，直接交予干事，也是汇款到教会邮局的账号。若有无清楚的所在，请大家看以前的周报内底拢有详细的说明，请大家注意。下面请牧师报告。有几项的事，咱继续来报告啊。因为咱现在第3级的迄个警戒阁继续延长，所以咱游玩是咱主一礼拜已经拢暂停，啊，周间团契聚会嘛拢暂停。啊，牧师知影，咱大家已经透过咱的群组，也是无共款的方式，咱用无共款的方法咧团契。咧敬拜上帝，所以也请咱继续会当用科技来帮助咱会当继续用安尼来敬拜上帝。所以现在咱嘛会当过一摆来，若是见也毋知兄弟姊妹，咱会当诚做因的帮助吼。咱对主日的早起9点，咱有台语的礼拜，然后10点45分，咱有华语的礼拜。啊，9点的时阵，共款踮伫咱即个 YouTube 频道内面，咱有线顶儿童亲子的礼拜。所以，请咱拢会当踮伫主日的时阵，咱来备办。啊，然后咱拜三暗的圣经学堂，咱的巴克里圣经学堂嘛已经恢复啊。所以对顶礼拜已经开始啊。所以后礼拜三也继续欢迎咱踮伫8点的时阵，咱会当加入踮伫巴克里圣经学堂。牧师的时间是对8点到8点35分，35分了后，你会当自由来参与小组的分享。咱的小组长有邀请你就会当参与。啊，若是你时间真正无法度，你无法度参加，你会当听头前这半点钟嘛不要紧。所以邀请你啊，既然有新的朋友吼，新的朋友伫咱圣经学堂下面拢有一个新朋友的连结。啊，你若想要参与讨论，你就点落去。咱会有一个同工，咱有一个组长踮伫遐咧听候咱。你若是新来的兄弟姊妹，伫拜三暗的时阵，都会当加入踮伫咱这下面。好啊，搁一摆提醒咱的教会 YouTube 频道吼，有几项事咱会当来做。头一个是订阅，咱看这个图，会当订阅了后开启小铃铛。所以你订阅了后开启小铃铛。只要教会的影片直播有出来，你就会收到通知吼。所以这2个动作会当请咱来做，啊，搁唔通袂记了吼，搁会当按赞，搁分享给其他的兄弟姊妹。兄弟姊妹有甲分享讲，甚至连踮伫美国的咱的东门桥拢有咧看。所以现在咱照着这个镜头，咱嘛甲世界各国咱的兄弟姊妹做伙咧敬拜上帝，做伙咧团契吼。所以以上这的事。啊，奉献的部分嘛，请咱会当摕来到伫教会，也是用汇款的方式，因为咱实在毋知这个疫情会继续延续偌久，所以嘛继续为着教会的需要，尤其即马落雨，咱原本一直咧进行这风水的工作，以及牧师馆修缮的工作，拢一直咧进行，所以请兄弟姊妹也做伙为着这个事关心甲代祷。我以上做安尼的报告。三甲来吟祝福册签诗，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请起立，吟诗线领受牧师祝祷。
做伙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感动甲相通，保守咱踮伫这个危险的时刻，犹原得到胜利的平安，也照着咱回应上帝的呼召，互人通得到祝福，互这个社会愈来愈美好。互这个所在会当不断荣光上帝的名，对大到因世代无煞。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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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默祷。